想行刺朕。朕就冊封呢位秦王，以後好好康復太子。你根本一早就係狼子野心，想謀取帝位。係佢哋處處逼人，朕迫於無奈先作出反撲嘅啫。劍拔弩張，生死一線。太子，臣弟就借花敬佛，用呢杯酒嚟到奠祭我哋大唐捐軀之將士。爭權為血濺玄武門。千秋功過憑誰的？唐太宗，歷史上公認嘅明君，但係佢謀朝篡位，弑兄殺弟，誅殺遺孤。你連血肉相連嘅親人都唔放過，你配做一國之君咩？朕登基以來，勤政愛民，自問對得住天下蒼生。朕都算係一個人人得而誅之嘅皇帝咩？佢逆天而行，定係天命？